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到了传道书3章16到22节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接续昨天的经文，上帝有他的时候。我们的生活不是非黑即白，我们常常就是活在那个不确定、不明朗，或者是所谓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的灰色地带。在这样的地带里面呢，人会看见在公义里面有不公义，也会看见在不公义里面也有良善。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在这位智者所分享的里面，他说这也不能长久，因为到上帝审判之时，这一切都要显明出来。那真实的掌权是在上帝的手中，而我们人呢，不过就像动物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跟这些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都要死亡，每一个都要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每一个世人所遭遇的，就像这些动物一样。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不管你如何罪恶，如何公义，到最后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赢过像这些动物一样，因为我们最后都会死。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谁知道人之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人没有办法知道，而只有上帝知道。在昨天的经文，我分享到说，上帝让人有永恒的意识，而今天的经文持续的从永恒的意识来看现在，就是人要有现实感。什么是最棒最好的呢？就是人能够掌握当下，活出当下的美好。这也是今天经文当中，当我们面对非黑即白，不是，当我们面对灰色地带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握当下，活出当下的美好。上帝创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将人安置在其中。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每一个人在这个灰色地带，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全局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选择活出当下上帝的心意。这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，这也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掌权。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信心来面对各样的环境。虽然这个环境有很多的不确定，但我们却有一位使我们生命确实依靠、可以相信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活在的这个空间时空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世代，有许多的不确定，有许多的模糊，可是主你却掌权其中。你让我们看见你才是那真正长久不会改变的，你才是我们真实能够信靠的。主，你也让我们在这当中要活出现在每个基督徒要活出的责任，就是我们要把握当下，活出当下上帝你所教导的心意。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跟信心，更是有这样的盼望来依靠主你，使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面，若是出于你旨意的，凡事都能行。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大家，让我们把握今天，活出上帝的心意。